鹽兒係一個為香港廚師製造嘅水冷式製冷圍裙。唉，真係好熱啊！有咩方法可以解決呢？香港有多項新聞關於廚師喺炎熱嘅廚房工作中暑嘅案例，加上一啲老式茶餐廳嘅廚房冇冷氣，於是我哋揾咗香港幾間唔同嘅茶餐廳廚師做訪問，佢哋都話油煙、蒸汽同高溫嘅火爐令廚房又熱，呼吸又困難，所以佢哋經常要出去休息同唞氣。雖然市面上已經有好多唔同嘅製冷衫，但係呢啲唔係要不斷換冰袋，就係要加重自身重量。對於時刻忙碌嘅廚師嚟講，佢哋仲要兼顧呢啲小事，可能會令到分心而影響出餐速度。因此，我哋設計咗一件全自動水冷製冷圍裙，佢嘅前面由一部智能風扇組成，後面由一個製冷銅板同水管組成。正面嘅左邊係一個半導體風扇，同埋一個水泵。風扇由半導體、水冷頭同水管組成，方便水喺入邊循環。右邊運用咗 Microbit 同濕度感應器，同時控制智能風扇同水冷電機。上面係一個由 3D printing 組成嘅智能風扇，佢可以同時吹向前面嘅蒸汽同埋面部。裏面係一塊製冷銅板，最後形成一個全自動一體式嘅製冷圍裙。當 Microbit 感應到環境大概27度嗰陣時，成個裝置就會自動開啟，而製冷銅板最低可以到達15度，而相反則會自動關閉，成個過程唔使人手操作。而前面嘅風扇都係相同道理，我哋運用咗加濕器嚟模擬廚房蒸汽嘅環境。而呢款智能風扇嘅優點係既可以吹到前面嘅蒸汽，又可以吹到自己嘅面部，加上與圍裙係一體式嘅，穿戴好方便。呢個就係我哋智能風扇嘅結構。呢個係我哋嘅 Microbit 同濕度感應器嘅控制程式。呢個產品真係好好用啊！